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阁真欢喜来到主的圣殿来敬拜上帝。这是一个宝贵的时刻。咱知影即摆世界咧战争啦吼，所以当咱有即个机会，有缘会当来到主的圣殿敬拜，实在是个真宝贵啦。无伫战火中间，侪人爱流离，爱逃难，因无法度有平安、有安静的心，来到主的圣殿敬拜。所以邀请咱大家即时准备你的心，做伙来敬拜主。一段时间，咱做伙来祈祷，咱用这首诗歌轻轻听，来准备咱的心。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耳耳空听主声音。轻轻听，伊在轻轻听，我的无照认得我的声。伊是我。
来到教会的时阵，拢咧听兄弟姊妹的声尔。盼望咱是拍开咱的心灵，拍开咱的耳孔，来听主要甲你讲什么话。所以盼望咱每一届的敬拜中间，无论咱的小诗学老主，无论咱的读写讲道中间听见主要甲你讲的声音。所以咱来准备咱的心，拍开咱的耳孔来听。咱甲唱一首的诗歌，来准备你的心，来调见上帝。所是你的大牧者，伊是大牧者，奇妙的主宰，我一生只听从主的声。伊是大牧者，奇妙的主宰，我的牧者，聆听我的声。上帝找起摩西，找起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对埃及进入上帝祝福的所在。但是上帝常常交代因，爱常常遵探主的话语，遵守主的话语，遵守主的律法。所以约书亚甲因的百姓讲。论到我的家，甲我，咩啦？我要侍奉耶和华，咱来为咱的家庭祈祷。检查你是第一代信徒，第二代信徒，你要为着你家己，为着你的家族，会当持续行伫上帝恩典中来祈祷。咱千万唔通第二代、第三代都失去了。上帝祝福，无到你的家族持续落去。咱来常常为着你的囝儿，为着你的孙仔祈祷，互因伫这个世代中轻掉主的道路。咱开声来祈祷。最后，所感谢你，求你灵来充满伫我的中间。最后，所感谢你来呼召阮，成做你的信徒。总是救主，阮若是无够，主你帮助阮，互阮常常会当伫你面前来为着阮囝儿祈祷，做你祝福阮的家囝。我哋世界人行在你恩典道路中间，最后所阮大大来祝福，祝福平安、平安、平安，互因当伫生命中间，常常我靠主你，尊称主你的名。最后所阮求主你保守，互因咱行在你恩典中间。最后所求你来保守、保护因，互咱采捌你的道路，互因祝福你的道路。感谢你，感谢你。煞遮咱为着咱的教会，富强教会会当成做一个健康的教会。享受健康的信徒，咱的人的健康真重要。我做医生，一个人也袂食，大家就知伊身体无介好了。所以当咱有健康的时阵，咱会较无上帝的话，咱愿意听上帝的声音。当咱健康的时阵，咱就当有免疫力，会当抵抗细菌。病毒的侵袭，咱的教会若是健康的时阵，咱的信徒拢有上帝圣灵的轨迹时阵，咱的教会就当健康来
抵挡撒旦的攻击、撒旦的破坏。当咱的教会健康的时阵，咱的教会就咱活泼敬拜主，咱来宣扬主的名，咱的人数就当增加。所以这时我邀请咱兄弟姊妹，会当为着咱的教会，成做一个健康的教会，有健康的信徒来祈祷，咱开声来祈祷。主啊，所感谢你，你的灵来充满在阮的教会中间。主啊，所你帮助阮，让咱成做健康的信徒。主啊，说我们谢谢，要赞美你。主啊，说让阮有心有欢喜，有灵欢喜，喜乐心，来到你面前来敬拜阿罗你。主啊，说感谢阿罗你。主啊，所求你的帮助，阮就听广告讲，主啊，谢谢，要赞美你。感谢阿罗，感谢阿罗，感谢阿罗。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后天空听主声音。轻轻听，你的轻轻听，我的无照听你我的声，你是我。宣告主耶稣，你是我的牧者，你是我牧者，奇妙的主宰，我一生只飘荡主的香。你是我牧者，奇妙的主宰，我的牧者，因你我的香。想起咱的祈祷，互咱的教会成做一个热情敬拜、有上帝同在的教会。咱的教会跟一般的社团无同款，咱虽然有友谊，咱有真好的感情，总是搁较重要是咱的教会就要充满有主的同在。当主的同在伫咱的中间时，上帝医治、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安慰，当伫咱的敬拜中间要赐予予咱大家。所以每一届敬拜中间，你要用敬拜热情的心来敬拜主。无论你年纪偌济，我常常看到做些少年的敬拜，无像咱年纪大遮热情。敬拜无分年纪，你伫上帝目睭中间，你拢是少年的啦。所以咱来热情敬拜主，互咱教会真正活出丰盛生命活见证，为神基督传福音。咱开声来祈祷。主啊，所感谢你，你灵来充满伫阮的教会中间。主啊，所你灵来充满阮敬拜阮的中间。主啊，所感谢你，互你的灵来充满伫阮的中间，互咱阮的教会充满住你的同在。主啊，所求主你保守看顾阮。主啊，所当阮敬拜你的时，求你的宝座设立伫阮的中间。主啊，所求主你灵来充满伫阮的中间。主你的医治充满伫阮的中间。当阮的话语，当阮也受你的医治，两求你的安慰顺，做你的帮助看顾阮。主啊，所看顾阮。将是咱求主兴起咱教会新的世代，互咱的教会有新的领袖伫咱的中间，求主帮助阮。咱看下一个，求主兴起咱教会新的世代，或者新的领袖知影咱的教会伫过着46年中间，有济上帝带领的信者伫咱的中间，互因知影。上帝安怎引带咱福建教会，互咱新的领袖领受这美好的产业，常时咱面对这个新的世代的挑战，咱来为着咱的教会有较侪热情为新的新的领袖来祈祷，咱开声来祈祷。主啊，所感谢你，求你灵来充满伫阮的中间。主啊，所求主你帮助阮。主啊，所求主你兴起阮。主啊，所求主你帮助阮，让我新的领袖、新的世代来领受你的产业。主啊，求我求主你保守看顾阮，求阮常常在你面前，求主你保守看顾阮，在你面前，到你面前。主啊，所感谢你，求主你保守看顾阮。主啊，谢谢赞。主啊，所感谢你，你听福建教会。
伊对富强教会有极深的计划。所以说，我们看见你过去40多年，安那引导阮的教会行过济新野技术，所以阮在要见证主你的同在伫阮的教会。主，当你的宝座设立伫阮的中间的时阵，阮的性命要得到你的更新。主，你要落赐了你的医治伫阮的中间，检查伫阮中间有身体病痛、心灵软弱的，有这个新事业上的挑战，有亲子的挑战，有婚姻的挑战。主，总是你求主你用你的快乐来成就阮的帮助。求主你来祝福阮，当阮敬拜时阵，主你的灵、你的宝座设立伫阮的中间，互阮今日敬拜成做一个荣耀敬拜。我来感谢祈祷，上主所名求，阿门。咱献上咱上帝欢喜的祭。我听见你天堂的声，因为我可你。我在旁边的路，因为我心有梦里。圣手野手我的手恳求，我要对你的圣手野手恳求，你有听。上帝看咱是一个军队啊，教会是一个军队，所以呢，兄弟姊妹，咱唔能轻轻踩踩啊。咱来警醒啊，咱来祈祷啊，咱是上帝的军队。所以咱每一届来到主的圣殿的时阵，上重要就是你要家己献祭，将你家己献做活祭伫主的面前。每一届礼拜你就是咧献祭。这是我邀请咱兄弟姊妹为着咱所有台湾正教会来祈祷，互咱台湾成做一个福音的宝岛。互正教会让咱兴起，传扬福音，上是为咱台湾一时的安全来祈祷，互咱台湾搁持续会当繁荣平安来祈祷，咱开声来为台湾祈祷。主啊，所感谢你，你的灵来充满伫阮的正教会。主啊，所求主你帮助阮，互阮的福音能广传伫你面前。主啊，所你灵来光满伫阮台湾的所在。主啊，所求你帮助阮。哦，主啊，所你灵来充满保守阮，互阮的台湾伫你面前得到你的保守，得到你的宽容，得到看顾，就是求你保守看顾阮，互阮台湾正刚得到你面前，求你保守看顾阮在你面前。主啊，求你帮台湾的主，咱相时来继续为着咱乌克兰甲苏俄因的战争，咱可以看见这两国的人民拢真可怜。伫战火中间真无情，逃难的逃难，受伤的受伤，死亡的死亡。求主来帮助咱，帮助全世界，会当伫这个中间和平来度过，紧来停止这个战争。咱真正呼求主，咱毋知煞接后一秒咱的世界要成做啥物货，总是咱会当献上，就是咱的祈祷，咱开声大声来呼求主。主啊，所求主你帮助阮，主啊，你保守看顾阮伫你面前来祈祷。
主啊，所求主你帮助阮，互阮在你面前，主啊，所我靠你，主啊，求帮助阮，伫阮在中间有困难的时阵，主啊，你保守乌克兰的国民，伫你战争中间有力量来帮助因，互你保守看顾因伫南蛮关关，主啊，所怜悯者的保守，主啊，所因你倒来时，我主你要靠因，主啊，所求主你保守看顾这死死的民，主啊，所求主你帮助阮，互全世界的民众得到你的怜悯甲看顾，主啊，感谢你。请人起立，来过来因首诗的诗歌，你欢喜的节。我听见你跳动的声，因为我可怜，我在长久的路。所以啊，去我的手来敬拜落你，哈利路亚！我们对圣所要求困求，你有听见我的声，愿我祈祷那牛排在你面前，加最欢喜。咱开声，为着咱今日礼拜来祈祷，像咱今日礼拜请做一个兴邦的节，放到伫上帝面前。咱特别来为着亚鲁传道来祈祷，愿主灵来充满伊，透过伊来分享主的信息。咱来为着今日所有参加兄弟来祈祷，互每一个人领受主的祝福。咱开声来祈祷。所以说，感谢你，求你灵的充满伫阮的中间。所以说，感谢你，求你感谢，我们谢谢赞美，在你面前有你受伤，我们感谢要赞美。所以说，感谢赞美，求你灵的充满伫阮的中间。谢谢。主耶稣，我感谢你，我们今日有一个福分，去来到主你的圣殿朝见你，求主你灵来充满我，来教示我，来帮助我，来医治我，来提醒我。我愿意拍开我的心，拍开我的耳孔，来领受你的祝福。求主你来灵来充满，给阮所有兄弟姊妹亲像，我们愿意为主你来活，在阮的生命中活出你的荣耀。所以，阮将今日礼拜，将这芳芳的节，献上伫你面前。我都感谢上主啊所名求。你这边咱做伙来敬拜主，天父的恩典真正大，用你欢喜的心来敬拜主耶稣。哈利路亚。有这呢大难着，为啥
一日内传，无论风明也平静，你拢会做看。咱着所存伊的魂，一日永有存。无在的简单变正换，烦恼的福气，伊的可因错，互人阮的拢无错。为咱的心肝，平安福气有这呢大，咱着为啥임신无记的隆重撒干？主耶稣的卡面带，哈利路亚！伊的卡因带，互人阮的拢无错。为咱的心肝，平安福气有这呢大，咱着为啥임신无记的隆重撒干？我一摆宣告，主耶稣你的卡因带咱，伊的卡因带，互人阮的拢无错。为咱的心肝，平安福气有这呢大，咱着为啥임신无记这隆重撒干？欢喜来大声唱，来大声唱，咱着做声路尊重大君王。来大声唱，来大声唱，咱着做声路尊重大君王。只有伊看见阿罗因伊是主，我在现在的高永远，万民着归万，人拢着信你，伊是主耶稣，伊是主耶稣，伊是主耶稣，基督来大声唱。来大声唱，我老主耶稣，咱着做声路尊重大君王。来大声唱，来大声唱，咱着做声路尊重大君王。只有伊看见阿罗伊是主。我在现在的高永远，万民着归万，人拢着信你，伊是主耶稣，伊是主耶稣，伊是主耶稣，基督只有伊看见阿罗因伊是主。我在现在的高永远，万民着归万，人拢着信你，伊是主耶稣，伊是主耶稣，伊是主耶稣。我一摆宣告，主耶稣，伊是主耶稣，伊是主耶稣，伊是主耶稣基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耶稣，感谢了你，你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你看得阮的敬拜，主耶稣，阮众兄弟姊妹，要来到你的宝座前，
敬拜。主耶稣，你是堪伫而乐的主。主耶稣，我们用阮的嘴、阮的心、阮全人来甲你报作情，敬拜你。报作情，有大水的声音，荣耀光。用应要归给主上帝，哈利路亚！再来吟诗诗575首，耶稣带我行天路。耶稣带我来行天路，带我向前日进步。世间无论危险艰苦，救主耶稣是叫保。我的救主基督耶稣，全能成就是叫保。我要
刻保护，我的精心对你靠步，你多是阮亲像个风。我打纯情的主耶稣，我行的路主高照好，世间好好，拢无条条主是阮成就看我保护。我的救主基督耶稣，全能成就是叫保护。我们真心对你靠步，你大是阮亲像保护。大求救主常常照顾，相思成心，夫妻帮助，高位高仰，时时关心，真知是人的主保护。我的救主基督耶稣，全能成就是叫保护。我要真心对你靠步，你大是阮亲像保护。大慈悲疼痛的主上帝，感谢你，互阮正受阮的囝儿受调的百姓，伫你的圣殿同心自执，领受你对天顶来的美良、恩典甲祝福。主啊，这是一个荣耀主的聚会，是一个大家大声吟诗而乐、唱歌祈祷的聚会。主啊，愿阮这个热情的敬拜，主你伫阮中间；愿阮大声的吼叫，主你伫阮的中间。主啊，伫这个所在，当阮同心自执的时，阮带着软弱、软正、卑微的心到伫你面前。我要领受勇壮贵力甲信心道理。爸，阮的上帝是因你圣神的贵力，赢过阮人的作为。主你活命的话，赢过世间最最智性的言语。爸上帝啊，帮助阮看淡这项事，阮尽心全心，较无仰望。主你就要伫阮中间做美好的工，帮助阮甲主三结连，领受贵力。面对一生，阮头前的脚步，互阮有快乐，通精进好的精进，互阮有美好的即个见证为主来拍拼，来传福音。爸上帝，愿阮今日聚会敬拜，荣耀归于你。愿正仰日即会，大家人伫遮拢领受一个对主你来的恩典甲祝福。我要学习主耶稣来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心要来祈祷讲：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去行，伫这日子就是年里，阮的是许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了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传阮入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大家请坐。咱做伙来体验，体验文第49篇，以赛亚书第55章。我来客，你来应。来，最大的人才有水。来买酒，来买饮。恁若着开市，你袂正定的米。恁注意听我讲，就有好米通食。趁找着上主的时，就来找伊。
歹人着离开邪恶的路，着归向上主，伊要怜悯。上主讲：我的想法毋是恁的想法。天比地加偌悬，我的道路比恁的道路嘛加较悬。雨甲雪对天降落，无搁倒转。要互野种的有种子，对我的喙讲出的话嘛会安尼。我的话要完成我的计划。恁会欢欢喜喜离开。大山小山会唱歌迎接。以前有气魄的所在会发相得。这要做纪念上主的证据。咱做伙按头来祈祷。慈悲仁爱、创造宇宙万物的天父上帝，感谢你的带领，阮众兄弟姊妹来到你的面前，用诗歌来学乐敬拜你。感谢你的听，差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来到人世间，靠着主耶稣十字架的救恩，阮成做你的囝儿，成做成做的人。天父上帝，伫过去的日子，阮有得罪你，我着你的，恳求你赦免阮的过犯。互阮嘛有气力来赦免辜负阮的人。我嘛讲说袂出的忧愁、心劳悲痛，一直摆咧伫你的面前，求你听阮的祈祷甲恳求，互阮伫苦难中会当来学习顺服你、倚靠你。有人因为家庭需要的关系，也是身体会软弱袂痛，我都来到圣殿敬拜你，恳求上主赐福予伊甲伊的家，得到你的保守看顾，一切平安。顺遂。我为台湾甲全世界的领导者来祈祷，特别是乌克兰、俄罗斯这两个国家的领导者，求你赐予因智慧，仰望上主的话语来止煞这场战争，互这两个国家的人民会当平安无惊吓的过日子，渐渐恢复正常的生活。愿你赐福夏牧师、赵牧师、顾团队，因的带领之下。富强教会成做一个祝福万民的所在，互来到遮的每一个人，拢会当领受着满满的疼惜。愿你透过今仔日苦传道的分享，帮助阮富强教会的会友，会当诚心奉对耶稣，赢过撒旦的试炼，互阮的心灵会当得到真正的自由。愿一切荣耀、乐拢归乎天顶的地上帝。阮安尼感恩。恳求祈祷，拢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享受上帝的话，今仔日的圣经节记载伫哥林多前书第10章第1节到第13节，我来读。兄弟姊妹，我爱恁会记得，咱的祖先军队摩西伫云的保护下过红海，因伫云内伫海里受洗归入摩西，因拢食共款属灵的食物。拢啉共款属灵的泉水，即个泉水是对教因人行迄个属灵的石盘流出来的，迄个石盘就是基督。毋过，因中间各奉行的人，无互上帝欢喜，拢受亏灭，倒甲为旷野。遮个代志，互阮做感觉，
叫咱毋通亲像因贪恋歹代，毋通亲像因中间有一寡人去拜偶像，照圣经记载，遐的主人坐落去，大食大啉，跳起来，电光乱耍。咱毋通亲像一寡人淫乱，煞伫一日内死23000人。毋通亲像因中间有一寡人试探主，煞互蛇咬死；毋通亲像因中间有一寡人讲怨言，煞互毁灭者遭灭。因所拄着遮个代志，通做别人个感觉，着记录落来，通警告咱遮个活伫末世个人。所以，想讲家己徛在会谨慎，才袂滑倒。恁所拄着的考验是人会拄着的，上帝是信实的，伊袂互恁拄着担当袂起的考验。恁拄着考验的时，伊会教恁开一条出路，互恁忍受会了。今仔日的信营站到遮，接续阮邀请圣歌队来献诗。今仔日要用的曲目是黑暗的克西玛尼园。因诗煞安请好团队来唱道。今仔日主题是军队耶稣赢过试探。
各位兄弟平安。伫今仔日的分享之前，也请咱来先参加来祈祷。亲爱的主，阮相信你的话语是阮性命的瓦靠，嘛相信顺服你的教示，才有气力来跑走上帝国的路。主圣神，愿你教示阮，基督是主，互阮通明白圣经的话语，就会当欢喜来跟对你。感谢主，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免。伫即几来礼拜以来，就亲像他们拄仔坚人执事所带咱祈祷的，伫咱世界的局势真无稳定，尤其即马伫整个社会拢有一种对未来无真乐观、无容易感觉到盼望的时期，所以咱特别需要倒来到主的面前，来调整咱的方向，来得到安息。就亲像牧师伫前几来礼拜就分享的，今仔日对咱所读的哥林多教会前书的中间，会真正发现讲，咱若是要和世界的风俗，也是的思想来面对伊，来面对遮的风俗，也是引诱，伫即中间要来坚定跟对主，这毋是真容易，因为当咱可能想要坚定家己的心志来倚靠主的时，可能上界有冲突的战场，就是伫咱家己的心内，要来面对整个环境，互咱的威胁、不安，整个环境会挑战咱，敢有法度来行即条路？即是啥物款的状况？咱会当来对哥林多前书第10章即个所在来了解。即是就邀请咱参加来看 PPT 顶面。哥林多教会咱拢知影，伊是伫对一个城市，就是伫哥林多即个城市嘛吼。啊，哥林多即个城市，伊是伫迄个牛店，伊是伫即个海峡即个所在吼，所以伊是一个港口的城市。因为伫迄个所在，所有的交通都会经过即个城市，所以伊是一个商业、服务业真发达，啊，真侪人会去迄个城市来找求机会，想要去遐来出头的一个所在。所以即个城市是真侪人，大部分的人拢毋是在地人哦，啊，拢是去遐想要趁钱，想要发财，吼，啊，有一种真追求功利的即个气氛。嘛，因为即款的气氛，圣经研究的学者就甲咱讲，迄个城市内面有真侪的庙宇，安尼互人的心来得到一个寄托啦吼。啊，遮个庙宇有诶是有用淫乱的方式来祭祀因的神明，吼。所以伫即款看起来，即个真复杂。啊，假使有真侪机会，毋过整个氛围阁真无安全的即个城市，内面啥物人拢有。保罗伊拄仔来到即个城市的时，虽然伊面对这真大、真奇怪的城市，伊心内可能会惊吓，毋过反倒转，保罗却伫哥林多即个城市内面来经历着上帝安怎向伊同工。要安怎讲呢？因为保罗要到伫哥林多进前，伊拄仔经历过，伊和伊做要宣道的同工吼，拄着别个所在的压迫，吼煞无法度做伙同工来到伫别个所在吼，所以伊就一个人先走出来，啊，先走去雅典，啊，伫雅典伫使徒行传咱拢有看着吼，就是讲伫雅典的是保罗在雅典。传福音的时，遐个人拢是感觉趣味，听了啊，家己起笑，啊，无人要家己插。所以，迄是保罗第一摆去外邦的土地咧传福音的时，感觉真挫折啦。吼啊，煞只无人要家己听，无人要家己接待，伊就去走去哥林多，即个嘛是真复杂的所在。毋过吼，
圣经佫继续讲，伫使徒行传18章，伊讲，嘿，伫即个哥林多，上帝却互伊拄着伊迄个共头路的兄弟来甲伊照顾，吼，来互伊喊因，做要做工，做要带做伙。啊，伫哥林多的时，伊以前的做要宣告、做要服侍的当工，煞会当安全到伫哥林多这个所在，佫喊保罗佫一摆来斗阵，吼，来三角这工来传福音。所以吼，伫即个伊本来感觉讲真惊吓的即个真大的城市内面，上帝互伊有人甲伊接待，啊有当工佫来啊，佫有一摆，伊保罗要传福音感觉惊吓的时，伊暗时佫听起上帝甲伊讲话吼，上帝甲保罗讲。毋免惊，因为我甲你同在，即个城市内面有真侪我的百姓，所以保罗听到这个声，就放胆来宣讲上帝的话。所以咱对遮即个真简单的故事，就会当知影哥林多的教会是伫异象的中间，吼，互上帝应允大家去做的。啊，伫哥林多前书的第1章。遐嘛讲着讲，上帝互遮个教会的兄弟有真侪个文士，拢十分的焦逼的一个教会吼。啊，保罗就同遐宣告1年半，是伊伫所有的教会内面，同遐带第2长的，就是第二久长的一个教会吼。毋过咱嘛会记哩，咱头拄仔所读的经文嘛，就是。伫即间充满上帝恩典啊，宣告要拄着压迫的即间教会，虽然因经历真侪恩典，毋过信徒却伫保罗伊离开教会以后，受到生活环境的试探，无法度活出福音，使得信上帝的囝儿的迄个样式。哦，咱哪会安尼呢？是安怎？真侪人拢有迄个。祈祷也是同款的感动的体验，却无法度好好啊行即条路。咱若是有规本读过哥林多前后书，就会知影讲，哥林多教会因拄着内部真严重的混乱，包括伫做礼拜的时乱糟糟，吼有人随便就起来讲话，吼啊，佮有教会内面有分党，吼啊，佮有婚姻出现问题，吼，也是教会信上帝的人，佮去拜偶像，吼，所以真侪问题啊。哥林多前书后书就是咧写，讲要安怎处理，吼，要安怎来调整。看到遮，咱真正会感觉讲真奇怪，到底即间教会领受着上帝遐尔啊侪恩惠的教会，是安怎会陷落伫即款的状况？吼，咱今仔读的段落。伫哥林多前书10章，保罗就用一个以前以色列的来甲因讲，咱会当三角来看，吼，兄弟姊妹，我爱恁的弟弟，咱的祖先拢跟对摩西，离婚的保护的过红海，因伫阮内伫海里受洗归伫摩西，吼，讲就是要认摩西做因的。领袖要跟对伊，因拢食共款属灵的食物，就是上帝甲因供应的遮个玛纳吼。嘛，因共款属灵的水泉，这个水泉是对因甲因同行迄个属灵的石盘流出来，迄个石盘就是基督。吼，啊，是安怎会讲有一个属灵的石盘和因同行吼？这是一个犹太教的比喻啦，就是讲介绍上帝吼。整个40年伫旷野安尼，伊的主民大家行的是上帝就亲像一个，互因会当徛在石头，吼，啊，佫有水泉伫因身边，安尼对因行来行去啦，一个真稳的石盘对因行来行去啦，吼，安尼啊遐稳，吼，啊，保罗就讲这就亲像基督伫因中间。毋过第5节讲，因中间大部分的人无互上帝欢喜，拢毁灭，倒嫁归旷野，吼，真有画面吼。啊是安怎？才会真经历上帝真侪新约奇事的人，会拄着即款代志。咱若继续看，保罗就
分析5个原因，有5方面的试探。咱煞再来看吼，伊有讲，遮个人贪恋歹待，拜偶像，警戒哥林多教会人毋通亲像因淫乱，毋通试探主，毋通埋怨上帝。这5项咱会当把简单的做两部分来看。第1到第3个，这是和哥林多城市因的城市的文化有关系。是安怎保罗就甲讲这5点吼？因为这和哥林多教会有关系。这是安怎呢？这5项的前3项是10条诫里面的3项，吼。啊，伫哥林多城的文化中间，有一个真重要的活动，就是运动会啦。这个城市2年就会有一摆运动会。啊，伫这个运动会内面，要安怎开场吼？开场，就是遐吼，就亲像咱现在奥运共款，所有有名的人啊，就是政治人物啊，还是大商业家吼，拢会受到邀请去遐看这个运动会。迄是整个希腊地区差不多第1、第2大的这个运动会。所以当迄就是一个真上流社会上高的所在啦，高频率的所在。当遐安尼每一摆要开始运动会时，就会开始拜拜因遐希腊的神明，演一出戏，迄出戏就是要鼓励遐个运动员，就爱有迄个神明的精神，佫是4句话的神明，迄个神明是4句话的神明，就是讲运动员就爱军队迄个神明会共款伫运动内面有迄个精神，对4句话，所以因着看这个神明的戏，煞了就开始啉食迄个真大场的迄个庙宴啦，迄个宴会，所以对这个运动会是整个城市的大代志嘛，咱会当相信。但是教会人有人受到邀请讲，你要来看运动会无？内面拢是遐个人这敢可负责？我感觉真困难吼。特别若是有这个生意，也是伊想要出头，伊一定嘛爱去嘛，所以伊内面因就会看迄个戏，啉食遐个食物，先煞做要拜偶像。所以伫第1项到第3项，保罗是咧挑战遐个哥林多教会兄姐，就是讲拜偶像、贪恋歹待，也是名声地位，佫有因缘，因为迄个时阵的宗教文化看因缘有一寡关系，有真侪意识，就讲即头3项是和迄个城市的信用文化，佫有社交是同做伙的，所以拒绝即3项就是等于讲伊放弃要出头，要和上流社会遮个社交互动的机会。这对遮个想要来这个城市出头的人，这要求是很严厉的过来下面的2项，这2项毋通试探上主，毋通埋怨上主。这2项是和人有迄个想要挑战上帝的心意有关系。因为安怎讲呢？试探这个字，试探这个字，伊原文是有埋怨的意思。这个埋怨毋是一般的人，迄个埋怨就是讲，我这个人感觉上帝做无好，我要审判上帝。足歹呢，人会当审判上帝。所以这个埋怨是人想要审判上帝的意思。所以试探主、埋怨主，就是人有迄个心，想要控制、想要审判上帝，伫家己意爱的代志顶面，想要照家己的意思来做。讲到这是，敢会感觉这和咱这个时代小可有共款，因为伫一个追求效率追求功利的所在，就是你若爱啥物物件，就是马上就有，安尼上好，马上会当买着，安尼上好。愈紧
紧愈好，人就陷倒伫一个无法度来等待上帝做工的一个状况。等待无袂晓倒等待时，等待时就开始埋怨，就开始想要审判上帝。你的时间来安尼，那就较紧。所以哥林多教会所面对的试探，虽然咱遮看到无个，简单来讲，第一个就是信徒犹原在追求世界所追求的目标。第二项就是伫逐方面拢想要来控制上主，想要来审判上主。伫哥林多教会发生的即款的状况，敢有可能发生伫咱的中间，咱家己的心内？敢有可能咱中间过去看重民主、追求名声的，今日伫教会心内犹原暗暗挂伊家己名声的好歹，也是过往真较无有气力来赢过别人的，来到教会中敢会真做追求改变真做追求圣灵的气力，毋过家己却还袂真熟悉圣神做工的方式。还袂熟悉圣神，就想要控制圣神的力量、文书的力量开力。也是有人会将社会内面无受人接纳的行为带来教会，来利用兄弟姊妹的疼，来利用兄弟姊妹的疼心，来做伊想要做的代志。有时较进一步，若是教会无照伊的意思来做，伊就讲教会人拢无疼啦，拢无疼啦。也是敢有可能？互师的人哪互师，哪较无家己互人看重。若是家己失去了迄个舞台来表现的时，反倒转对别个性命大的别个服侍者，无法度有尊重，搁有耐心，搁有真侪敢有可能？这敢有可能是咱心中的声音？我伫台下顶嘛要真诚实和大家分享，这内面真侪的状况，嘛出现过伫我的心内，嘛真侪时阵是我家己和上帝祈祷，也是一个人的时，我知影我家己心内的黑暗，搁有挣扎。伫教会人前人后的生活中间，时常就是面对遮个黑暗的声音，为着伊烦恼，为着伊老目屎，为着伊挣扎。我真意爱一个神学家奥古斯丁，伊嘛捌真诚实来讲伊家己，嘛是经历即款的挣扎。伊讲吼，伊愈服侍上帝，伊愈明白，连伊的灵魂伊的灵魂有两种无共的意爱的方向，即两种方向是互上帝冲突的。第一个方向就是，伊真较无对上帝来永远的真正的福气。第二个方向，伊嘛同时真羡慕世俗的享受，所以伊一方面虽然互上帝感动，真正深深想要跟对主来得到迄永远的福气，毋过伊旧的习惯，却搁互伊无法度放弃迄个追求世俗来享受的迄个意爱。伊搁讲吼，伊发现吼，伊愈来愈想要。伊愈来愈了解上帝的国，上帝的美好的事，伊就愈来愈想要永远的征服来偷走的是迄个旧的习惯，嘛愈来愈严重在家己在家己挑战，甚至即个旧的习惯会变做人的声音，伫伊的耳孔旁边来家己威胁讲：你后阵你袂遮个旧的习惯，你敢会当活落去？你无遮个物件，你敢会当活落去？各位兄弟，若是无有遮个一切，无有社会中明显的享受认同，代志无照咱所想象的发生，咱问家己，无遮个一切，我敢会当活落去？所以，咱敢有安怎的气力，会当来面对
即款的试探。当面对社会文化的引诱，佮有想要控制上帝的欲望的下面，保罗敢有互咱啥物款的引带？吼，咱率再来看经文。第11节经文安尼讲，吼，以色列人所拄着遮个代志，就是做别人的感觉，佮记录落来，互通警戒咱遮活伫服侍的人。所以，想讲家己徛在的着谨慎，才袂滑倒。伊安尼讲吼，恁所拄着的考验，拢是人会拄着的。上帝是信实的，伊无互恁拄着当当袂起的考验。伫拄着考验的时，伊会互恁开一条，甲恁开一条出路，互恁忍受袂留会条，吼。所以，伫头前讲的迄两大方面的引诱，是社会文化的，还是人性想要甲上帝来控制的。保罗用两个重点来回应。吼，经文安尼讲吼，伊用两个重点来回应。第一，就是遮个试探是人拢会拄着的。遮人拢会拄着，遮个人拢会拄着，若是用原文来显，就是讲遮个试探拢是属于人的啦。所以保罗就是咧甲咱提醒讲，遮个试探吼，咱后阵无伊，就盘都换落去，迄是假的，因为这拢是出伫人的，这是对有限制的人会眼光，也是人的做法来的，所以咱会当有勇气，莫去贪恋遮个代志，嘛毋免惊吓讲来失去遮个有限的物件。所以咱保罗咧提醒咱，千寸以认捌，遮个试探是暂时的，咱就可能会较有勇气。搁有第二个，较有勇气对啥物款，对啥物对咱有勇气。上帝，保罗搁较深来讲，就是上帝是信实的，伊会开一条出路，互咱会当忍受。即个出路，迄个出路的原文吼，甲伊白话安尼甲伊讲出来是讲，迄条路是会当走出来的路啦，人会当对一个所在咧走出来。迄个走出来就是对圣经内面出埃及的故事来，互人理解的。就是讲以色列人因出埃及的时后壁有兵仔咧甲因对，伫头前因着爱面对因的征战。毋过吼，虽然有遐尔啊侪战争伫因的周围，耶和华拢真清楚咧甲因引出来讲，你着爱安怎行，对袂使拍，对袂使拍。安怎行才会当到着迄个所在？遮个人遐安怎甲伊对待？遮个人袂当安怎甲伊对待？拢有真清楚的引传，搁有互因律法，互伊知影要安怎拍战，要安怎彼此相听，要安怎起造敬拜的群体的生活，甚至上帝伫因中间，咧甲伊引传，是甲因教示，甚至是会甲因幸福。所以，上帝的信息是伊时常伫伊的子民的中间，要帮助伊的子民来起造新的生活的习惯，毋是属于人的旧的习惯，是要起造新的习惯。所以简单来讲，保罗甲咱讲的就是讲，咱需要真细腻，毋莫互迄个短暂的属于人的诚做控制咱行动的一个源头。第二，伊搁讲上帝一定开一条出路。即条出路就亲像出埃及的迄个，互人走出去的路。即个路无好行，就爱有一个行的方式。歪来歪去，就爱拍战，爱听候，爱等待，爱上帝惊伊来学习顺服新的生活的方式，并且在等待时，该忍耐，毋爱伫中间来埋怨试探上帝。
审判上帝。咱敢会当愿意接纳保罗的教示，会当用谨慎的心来面对这个挑战。夏牧师伫即几礼拜拢一直咧讲，咱安怎对犹原来得到安息，对上帝来得到脱离犹原的困难。今仔日哥林多前书甲咱讲，人有一款的犹原，一款的痛苦，就是因为有限的物件，互咱的心得到捆锁，互咱的心得到痛苦，因为。咱后阵性命的源头是社会顶面追求的遐个，互咱咧等待上帝的时，就是忍袂牢，就爱控制上帝，就爱来埋怨。安尼咱咧行即条路的时，就真个怀疑，真个痛苦。所以当面对刚刚我所讲过，我家己嘛有真侪黑暗的所在的时，我真爱看遮个信用前辈的迄个。一寡因的见证也是册，就亲像刚刚提过的迄个奥古斯丁，伊经历遮个黑暗的挣扎了后，伊讲出一个真特别的感慨。伊讲，伊每一摆挣扎了后，伊看伊家己的内心，伊愈来愈清知影，伫上帝的怀抱中，才会当得到真正的安息。伊若是愈想遐个世俗的代志，伊就愈烦恼，愈想要得到啥。毋过伊上帝物件的时，伊就愈来愈会当安息。伊心内虽然会当明白啥物是对，啥物是毋对，却无法度来对抗伊旧的习惯。伊一开始拢是想要挖靠家己的困难，来甲这做好，甲迄做好，甲啥物祈祷做到，甲就讲好啥物物件。毋过伊体验着。伊会当倚靠的是上帝，每一日咧起做伊新的活命的习惯，就是对世俗的物件开始，对世俗的物件开始无照以前的方式来想，照新的上帝当地的方式来想。这每一日的累积，才真做引带伊脱离迄个旧的习惯的困难。所以，领受上帝讨望稳定的方式，就是起做新的每一日的世俗的习惯。这是上帝互咱有新活命的一个方式。这个新的习惯会互咱对旧的捆绑惊吓中间来讨望出来。所以，咱有时会讲基督教有真侪约束，有真侪束缚。毋过，咱若是较细日来想，有对一种生活无有约束，无有要承受的代价。每一种生活的方式有因家己的自由，毋过嘛有因家己的束缚。所以基督教，互人的自由，毋是无有约束，却是用会当起造性命的方式来约束人的性命。就亲像咱若是真正爱一个对象，爱一个人，咱因为爱伊疼伊，就爱伫大后面其他的关系来家己约束家己，才会当来得到迄个较好的品质的关系，阁有阁较好的一个图像。所以约束毋是歹代志，重点是迄个约束敢有法度互咱阁较巧在生活阁较有品质。所以今仔日搁一摆邀请大家，敢愿意跟对保罗的提醒甲劝告，伫家己的有梦中间来谨慎，倚靠上帝平静来面对迄个属地人的试探，并且在行面对试探的这条路的时，相信信实的上帝已经为着咱开好一条会当互咱，一条互咱会当走出来的路，这条路互咱会当得到提到诶真正诶水的信仰，咱敢会当安尼来相信，搁一摆来回应保罗的邀请，咱三个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求你帮助，阮会当明白
咧面对试探的时，我会当完全无有惊吓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是信实的。你无互阮拄着阮所无法度来承受的，所以求你伫每一天，伫细细的所在来培养阮每一个人生命有一款好的活命的习惯，互阮会当来领受你的恩典，互阮会当结出果子，互阮因为跟对你的道路，就得着无互这个世界来摇动，会去款真心的安息，因为阮较无要活伫耶稣基督所应阮所起做的迄个无顶重的国，阮较无得着迄个真正有品质的生命，就亲像耶稣基督的生命遐尔啊水，遐尔啊，互人得着稳定，阁有福气。感谢你，求你引传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咱做伙来。先来唱回应诗。即位咱伫奉献进前，咱有一项的奉祷的事项，要招咱大家同心来祈祷吼。头先，咱通过拄则伙伴都所分享即个宝贵的信息，咱知影，咱个人的计划甲道路，有时是由世间所束缚，但有时有约束是要互咱行伫一条稳定的道路，受祝福的道路。咱望咱大家用归样祈祷，求主互咱领受即款的信心，伫主稳定保护的下面，一直行伫主所祝福的，互咱赢过一切世间的试探，坚定伫主的信心内底。第二，咱请为着咱教会
每一个兄弟姊妹来祈祷，因为咱要成就一个勇壮的基督徒、健康的基督徒。求主，互咱有一款对甲主来的信心，大家三造就、三栽培、三关怀、三祝福，互咱福阳教会兄弟姊妹成就一个勇壮咱基督的精兵，然后为主传福音，然后做见证，也伫咱的家庭得到上帝恩典甲祝福。最后，咱为着咱家己的家祈祷，用这5项的祝福，为着咱的亲人，为着咱所听的人来祈祷。求主守属因健康的身体，对主领受到迄个平安的事业、工作、学业。第三，有喜乐的心；第四，有好的人际关系、家庭和谐；第五，有好的灵性的追求。咱作为开车，为着这个事同心来祈祷。主啊，上帝感谢你，听我手手术伫阮将来中间，平安手术伫阮中间，愿意归咱的手术伫阮中间，帮助阮囝受到上帝来恩典赐福。阮今日恩典透露受你来，互阮今日注意平安的轨道，听天上帝的听，阮同在，主的听，阮同在。我希望每一个兄弟姊妹有主你来的强壮的心、坚强的心，甲主亲近，也互阮祈祷的中，阮将做一个勇壮的基督徒，有健康的基督徒，到为主做见证，也讲每一个兄弟姊妹为守事平安喜乐，祝福伫阮前来的中间，感谢你的听，阿利路亚，感谢你。主你的主上帝，感谢你。主啊，领受对圣经的教示。主啊，我伫教会中，毋是只干批评别人有啥物才艺甲文书，是阮伫文书中有圣神的恩膏甲祝福。主，我伫教会中，阮若是用阮的气力、阮的文书服侍你，阮搁伫圣神的保护里面服侍你高效。教会伫主的教早保护的下面，你着成长。每个人伫灵性，伫阮家己的信仰，伫阮的行做，伫阮的见证，拢有主亲自的保护。主啊，互你的名祝福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以及每一个人的家庭。主啊，你互阮领受到对天顶来恩典甲祝福，享受到属天的听甲快乐。守持阮伫大家层面，拢有主的保护、祝福、引带。特别阮为着病险中的兄弟祈祷，伫即个疫情还未止煞的时，阮有的亲人兄弟伫病院，也是伫受照顾的所在，阮袂当正常的时间陪伴甲探访。阮求你圣神亲自将因的陪伴，天使伫日心无边，保护因、看顾因，守持因平安甲健康，互阮常常有机会要出面伫教会中做伙组织甲敬拜。互你的名祝福每一位兄弟姊妹，互阮领受到即款的平安，伫每一个生活中间。感谢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做伙来奉献。
本位根据以赛亚书第25章第1节，咱做伙来读。耶和华，你是我的上帝，我要尊你做王，我要得你名，因你用心实实听你的书，就是对我造造定的。以赛亚书第25章第1节，圣经开始。咱展开周报第2页，后礼拜在当工，咱请家己看。第3页，咱聚会的消息，咱请家己来读。第4页，遗体交通第1点，后主日是台南新学义奉献主日，请兄弟为着事工关怀大道奉献。第2点，总会请正教会为乌克兰大道，欢迎兄弟有感动的为乌克兰奉献。这个奉献到后礼拜截止。第3点，大道服侍团的消息，咱来看第2点。今仔日下晡2点到4点半，伫3楼举行大道事工的分享会，邀请富中人参加。第3点，4月15是耶稣受难日，下暗8点伫敬拜中心4楼礼拜堂举行耶稣受难日的祈祷礼拜，关注耶稣十架苦路14章，邀请兄弟咱伫万心参加。第4点，本会定4月17举办过外节圣餐甲洗礼式，请伫4月3号之前向办公室干事索取报名单。第5页第6点，教育顺期团队的报告。第2期理财优德班，参第1期的经营优德班，有足侪兄弟摕到证书，名单请家己看。这算的第3期、第4期嘛已经上课啦。还佫有第2期的经营优德班，即马咧招生，欢迎兄弟姊妹踊跃报名参加。第3点，咱后主日要颁发2022年的奖学金申请，咱请名大人的青少年，下礼拜去出席来领取。到第4点，咱后主日嘛要颁发2021年的完成读经的名单，名单请家己看，佫有根据已经完成的咱名单，伫第5页甲第6页请家己看。咱来看第6页第8点，影团队即马招募 PPT 甲影片制作的同工，有兴趣有合适的，请向吴泽龙团长来报名。第10点，4月10日邀请新竹新运动潘龙龙牧师传讲，佫有4月24，邀请李信仪老师来传讲。内容长时间咱请家己看。第11点，其他消息的报告。本会林宗老师的出入林恩会前内，伫3月12拜六，王主手术一个查某婴仔，取名吴张恩，愿主保守婴仔健康平安成长。第8页，安慰以下的弟兄兄弟，咱来一一来到。总用会甲社区的消息，看第2点，用会中日联会3月27要举办何兆熙牧师的传讲，有兴趣参加的，请3月25办公室报名登记。奉献，若有出力的，咱请向办公室的同工来反映。咱煞接请校务处来补充报名。
我有几项的补充。第一项就是讲，咱伫迄个第5点内底报告讲，咱要举办迄个中级甲事务团队个小组长的一个年终的即个退休会。这需要报名才会当确定人数。所以在座兄同工请会记咱来甲咱的办公室来报名，咱会当赶紧整理出即个人数伫6月初3到初4，拄好是即个端午节即个连续假即点要鼓励因咱做一个互相的自救交陪联谊，若讲即个同工，咱赶紧来报名。是讲你真正都较袂当的时候，咱定期一个，互因知影讲你的情形安尼话，即点甲咱拜托。第二项就是咱后礼拜周报无报，但是后礼拜就是咱每一个月尾仔主日，咱要举行即个异祷祝福的时间所以请兄弟，咱心中有一个平凡心，知影讲，大家同心祈祷，要领受上帝奇妙的医治。咱也请长老以及咱代祷团队后礼拜会记日伫2场礼拜中间出来做伙服侍。我想迄个虔诚恳求的祈祷，上帝伫咧使到伊的心者甲医治伫咱中间第三项，咱即个礼拜三改成咱圣官队要做一个翕相的动作咱头前才来甲正方即个。因为上时有一个小代志要讨论，咱请在座的长老小会员。礼拜三翕相了后，咱伫即个礼拜2就好啦大家组织一个小小的事要参详。咱若小会员长老有伫现场的，咱礼拜三了送会友了，咱来头前小集合一下安尼也今仔日咱真欢喜有一位新朋友伫咱中间叫做匡敬龙弟兄伫5楼，是无？行起来，大家欢迎一下好无？匡敬龙，欢迎。咱演出黄泉兄有朋友来参加咱一个小礼物来送互你来送互你。咱今日真多谢咱的孔曼道用主的话来勉励咱咱来退祈祷，甲伊准备7月要参加咱即个牧师的考试，咱牧师嘛爱考试呢咱爱讲道的即个测验咱为着伊祈祷，互伊安尼逐项准备拢是顺遂阮看见讲伊伫咱遮服侍3冬伊原来台北伫读册啦咱伫咱遮台语愈讲愈进步，咱嘛讲伊会当安尼国台语拢足溜了足溜了，足骨溜咱继续对伊祈祷剩即2-3个月的弥漫的时间安尼好。伫咱结束进前有一个小小的即个颁发证书的动作啦，就是咱比较有种理财有道因参加即个理财有道甲经营有道足好的心得。咱咧先请第一场要领即个证书的文珍姐伊要来讲一点伊家己的上课的体验。来，请文珍姐拍拍一下来。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我是高文珍，真欢喜今仔日有机会来大家分享我上经营有道的心得，一寡感想。经营有道的讲师是吴道昌长老，吴长老伊是中营中学的董事长，中营中学的董事长，嘛是台南企业的顾问。特别伊带阮咧上课以前，但先阮着爱先跪伫涂骹祈祷，祈祷了，大家坐好，着爱开始背金句。背金句毋是全班坐做伙念一遍是爱一个一个背，带全班的面头前背。所以嘛毋免紧张啦一定背起来。即个训练嘛袂歹互咱袂去即条老人痴呆症。金句背了，阮就爱开始分享。分享的地方拢是甲经营有关系，比如讲人事啦、财务啦、规划啦、行销啦咱经营的对象嘛，无你甲讲一定爱公司比如讲，咱有新老病院咱有中营中学
学啊，所以爸母啊、学校啦、教会啦，甚至是咱个人的家庭，拢会用会到吼。啊，阮的同学是来自各行各业吼，有不动产，有直销，有大管家，嘛有公司的头家干部，啊，有新西娘，就是医生娘，啊，有足高维度的艺术家，啊，有补习班的主任，啊，所以阮的分享吼，足趣味的吼，啊，分享了5张了，佫会甲阮足侪好的教师吼，互阮学了。学着足侪足丰富，啊，其实上重要的就是分享的当中，我嘛会学着足侪性经济吼，即个性经济伫课本内面拢足有系统哦，整理啊足好，所以互咱足容易了解，啊嘛记啊足清楚，记啊足深吼。啊，其实经营有道的道，就是来自圣经的教示啊，互阮上了知影讲，原来咱的主吼，伫遮尔早以前就互咱遮尔侪教示啊。啊，遮拢互咱足侪帮助。最后我要讲的就是，不管咱学安怎的经营有道啦吼，咱有小可一点仔小小的成就吼，其实拢是因为主的恩赐，主甲咱看顾。因为世界万物的主权啊，所有的所有权啊吼，拢是伫咱的主的手里，所以咱着爱知影学了。咱着爱甘心奉献，啊，所以我要用课本的有一句话，互我印象足深来甲大家做分享。这是一间 Caterpillar 的公司，伊是全世界上大间的，专门咧做一寡工具机，像咧推高机啊，即款公司。伊的头家吼有讲一句话，讲我特别甲我的钱扫出去，上帝就用更较大支的扫帚甲我的钱扫入来。吼，咱来甘心奉献。啊，其实即个大头家伊讲的道理嘛是，就是咱圣经马拉基书第3章第10节，伊讲万军的耶和华讲，恁着爱甲10分的1分完全送入府库，互我的厝有美娘，用即个来试我，看我果然替恁开天的窗仔，甲福气拼互恁，到无底通摕。安尼是我的分享，多谢。咱教会吼，嘛是一个信仰造就的所在，更嘛是一个训练的所在。啊，咱真做一个好的基督徒，伫社会做见证吼。啊，咱通过即个教育团队呢，因办足侪真好的即个课程，也是讲训练，会当造就咱家己即个一个全方位吼。毋是干那讲灵性的操练，包括咱伫实际上生活、事业、工作的经营、理财，拢是基督徒有迄个基督徒的模式吼。来，即个顺时间的关，咱要请咱的即个负责人会区执事吼来报告第一场要来领证书的即位来头前好无吼？来头前来。经营有道班第1期经营有道班的班长郑婉丽。好来，婉丽，婉丽姐。第3位是谢安兄，因为咱的头前来头前吼，来。咱的委员会是第2顿才来，所以第2顿能够颁发证书，所以即顿3位是3位吼，好来介绍一下来吼，婉丽姐吼，啊搁文珍姐，啊搁咱的谢安小组长吼，我就要搁介绍一下，我有听到会其实讲婉丽姐吼，伊家己吼，若学习了有心得，伊家己是亲自通过即个课程啊，家己的生活、家己的财务伫度改变，啊，所以学了就有一个心得吼，啊，已经受选吼，伊要诚做一个师资培养，后来吼，伊家己会当做老师啦吼，啊，所以咱甲因3位祝福，由上帝亲自恩典伫中间，啊，只是要来颁发，啊，然后请大家来翕相做纪念吼。
会将请起立唱上映的诗歌。阮求主引带我脚步，上映了，请思维出队。圣神的扶持帮助引带，甲咱众大家三个同在，对这事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